嘛是政治的新闻，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天今日接受广播节目的专访，讲到最近和南力结工的重新启动服务的议题。郭文天今日一天批评民进党放狗咬人，互人批评讲伊的言行失格。也不过针对这点，郭文天无拍算要回实咧，伊佫真生气咧呛声，讲做假新闻是一条龙的操作。另外一边，侯友宜本来是到这个南投，也不过地主这个议长啊何信峰无出面。针对这点，侯友宜讲何信峰是出国，但回国一定会见面。伊也毋过听讲，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要安排听侯友宜的大会，前高雄市长韩国瑜确定未出现。他说我最气民进党是什么？就常常是嘴巴讲一套，做另外一套，我奇怪。讲要定两岸监督条例，明明是照抄刘一辉网站的口号，是咪搞个方写作是和中共有交结的人？郭文天一直接受节目专访，火气真粗。明白的讲，赖清德当医生的时间太短了。我们常常在处理临床的问题嘛，所以那个逻辑会不一样啊。靠西副总统赖清德讲家己处理两岸问题比较内行，不过小林说几若讲叫假新闻攻击。郭文天嘛，伫咧节目顶公布9年前受访问的影片侪清。我是反黑箱，我是反胡茂。胡茂的问题出在哪？还是程序正义的？因为你跟人家签的时候，立法院都不知道哦。那你签了回来也不讨论，要逼迫大家去吞下去，当然会出问题嘛。本来个前一天，民进党立委洪胜汉伫咧人民册顶批评，认为郭文天担重新启动服务报销，是为特别争取北京的支持。那我就很讨厌他，我说你看哦，这一次这个胡茂事件。他就是典型的一条龙，做假新闻嘛。他这个你遇到还要装可爱，还要装那个有风度，他早就想把他踹下去的。面对假新闻态度真强硬，郭文天嘛无按什么回事咧。另外一边，伊的对手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，会只是以新北市长的身份来到南投德山，和南投市长柯淑华交流。传出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出手，前后安排7月72场支持侯友宜大会。不过，今摆已经知影前高雄市长韩国瑜未出席，来到南投县议长何信峰嘛无来。他说这一次因为很早就安排好。那等到回来，我们一定大家都会见面。侯友宜在竞争下，不过关键角色一直无愿意表态支持，想要大团结，恐惊过一段路，爱加油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